之前1000萬，而家168萬，並且送裝修嘅別墅哈，喺大灣區林珠板塊就可以攞得一套3層別墅，前面呢個花園咧都有100個平方嘅哈，帶我入去睇下先。好，然之後咧可以見到前面你自己可以種花草啊，都冇問題嘅。好，通過我哋花園之後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客廳噶啦。客廳都係精裝修嘅，視頻裏邊所展示嘅咧就係一模一樣噶。好，包括呢啲沙發台凳都有齊晒哈。咁你上下3層，並且仲有地下室哈。1樓咧就有長輩房啊、廚房嘅位置哈。然之後我哋前院呢度亦都有一個直通前面嘅花園仲有入戶嘅大門。好，可以見到呢啲門都係交標。包括廚房嘅電器都係交標哈，總價168萬精裝修別墅。